續來看立法院會今仔日舉行總統賴清德的彈劾案，朝野黨團一透早甲級動員，經過表決56票贊成、50票反對，這個彈劾案無通過。總統彈劾案的結果出來呀，經過表決是56票贊成、50票反對，因為數量不夠，中華民國憲政史上頭一屆彈劾案宣告失敗。今天這個要彈劾賴總統，這個完全沒有正當性，那社會也不會支持，那民進黨團會一致投下反對彈劾的這樣的一個決定。投票規定，哪裡個立委攏自主性甲票公開，不過在野陣營調崗警敵的總統賴清德就職的2年，也就是民進黨執政10週年的時陣做彈劾案的投票，那被黨團一透早就甲級動員備戰。最直接行使民權吶，就在今天的這個彈劾案，贊成罷免多，還是反對罷免多？好，我想這個就是賴清德這2年的成績單。不過，照現行的法規，需要經過全體立委2/3以上決議，也就是上無76席同意，才會當申請司法院的大法官審理。那在野陣營原本是期待希望有民進黨的立委走票，就有機會超過數量。不過最後原來是無成功。明知這樣的一個結果會造成政局的一個動盪不惜因為假借着一個多數來發動這一場政爭，那最後當然是以失敗來收場。總統怎麼看待今天立院的彈劾投票？同一時間，總統賴清德出席白沙屯媽祖病院動土的典禮，表情是介輕鬆。典當是行政院長杜英泰講甲有小可激動。彈劾失敗，朝野之間能夠否極泰來，繼續尋求最大的共識。但是我會切記，中選會人事案對我的內心的傷痛。彈劾投票了後，若要朝野和解，恐驚還有一段路要行。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